教授翻各種寫作技巧嘅，因為寫作技巧咧都係一個最基本嘅嘢嚟嘅。可能你哋初中都會有機會學過。咁例如可能開門見山嘅入題法啦，敵燒皮章嘅駁論法等等。咁唔同嘅寫作技巧咧，我都會幫你溫故知新嘅。咁你亦都可以歡迎咧就問翻我相關嘅一啲寫作技巧，我亦都會話俾你知咧邊種寫作技巧係適合喺邊一種文體上面。第二呢，其實每種文體呢都有唔同嘅獨特嘅寫作手法嘅。譬如話描寫文啦，就有一啲方法叫多角度描寫。咁呢啲描寫法又有啲咩幫助呢？咁又例如啦，議論文當中呢有好多論證手法嘅，其中一個就叫對比論證。咁呢啲方法究竟點樣用，又有啲咩特色？應該幾時用呢？我都會呢分別同大家去講翻嘅，就住嗰5種嘅文體。咁而第三呢，就係針對翻歷屆試題去分析啦。咁呢，我自己會將對上嗰10至20年嘅題目呢，就會拎翻出嚟咧，話翻俾你知佢係屬於邊一類題目啦。咁同你講翻佢有啲乜嘢關鍵嘅字詞啦，好似頭先嗰個最字咁等等，話翻俾你知呢，應該點樣去應付呢一啲嘅題目嘅。咁甚至乎呢，我有啲段落我都會嘗試呢，去就啲問題呢，去單一咁作幾段俾你，或者去話俾你知呢，你應該點樣去改呢啲嘅作文嘅。咁而第四啦，我都會呢嘗試下呢，去設一啲試題呢，去俾同學試下嘅。因為呢，其實佢每年嘅題目呢，因為要兼顧文理兩科、文理雙科、三科嘅一個知識嘅唔同啊，所以出題目嘅方向呢，一般嚟講都會比較大路啲嘅。舉例啦，例如議論文呢，就一定係出時事啦，或者係一啲道理嘅。咁我都會嘗試呢，就住當年發生一啲比較hit 嘅事件呢，去為大家貼一啲題。咁同埋呢，提供一啲範文欣賞俾大家嘅。譬如話今年啦，我覺得呢嗰個疫症啊，即係豬流感呢個疫症呢，就好大機會呢會響作文啦，或者響你哋嘅討論當中呢，都會出題嘅。咁至於最後呢，就係啦，頭先話過啦。咁如果喺常規課程當中呢，學生呢有一啲作文呢想俾我批改，都歡迎嘅。咁甚至乎學校呢曾經幫你哋去改過嘅作文呢，都歡迎呢去 email 俾我。咁我都會個別呢改完之後呢，同你講翻呢一篇文有啲乜嘢唔好，或者可以點樣改。因為呢學校一般呢，佢會幫你呢去改翻個錯出嚟嘅，或者即係揾翻啲錯別句啊，或者係病句。咁但係呢，佢未必會幫你呢將一句原本冇問題嘅句子，幫你教你點樣寫得更好。呢方面呢，就未必兼顧得到啦。咁我都歡迎之後同學呢可以email 啲文章俾我，當我教翻大家。好啦，咁去翻文體嗰度啦。咁其實呢，你哋嘅公開試嘅作文呢，都係從呢5大文體啦，所謂嘅非實用文體呢去出發嘅。咁你哋初中都應該涉獵過呢5種噶啦，分別就係描寫文、記敘文、抒情文、議論文同埋說明文。咁但係呢，響公開試當中呢，每年只係出3題，咁所以呢，佢出題嘅方式呢，都未必係咁傳統地呢，只係涉及單一種文體啦。咁有邊幾種文體呢係會比較近幾年呢，或者近十年內呢會比較 hit 嘅呢？咁以下嘅時間我就會同大家拎出嚟分析啦。睇翻公開試呢，近幾年呢，近10年嘅題型呢，以下呢5種呢就係比較會見得多啲嘅。第一啦就係記敘加抒情，第二型呢就係描寫，第3就係議論，第4就係論說。而第5呢，就係一個比較新興嘅，就係開放題，或者我命名為呢叫綜合題嘅。咁以下呢5種題目呢，我就會同大家逐一去講，話翻俾你知呢，佢出題嘅比例有幾多啦。咁先同大家講下呢，記敘加抒情呢種文體嘅。咁記敘加抒情嘅意思呢，即係記敘啦、抒情各佔一半啦。咁例題有以下呢2題啦，例如03年嘅考試夜讀有感啦。而08年有一題就俾咗一段事情你嘅，跟住就話俾你知你要續寫網誌，就話翻俾人知當日所發生嘅事情同埋感受。咁呢種文體呢，呢2種嘅形式呢，都係屬於記敘加抒情嘅。咁但係你見到啦，唔同形式嘅題目呢，有唔同嘅特色嘅喎。例如08年嗰題呢，佢寫到明呢，要你講翻當日發生嘅事情同感受呢。咁呢度個比例呢，其實我就建議呢，就要平均啲啦，即係兩者大概5，咁最多6:4。咁點解呢？因為佢事情呢同個感受係有直接關係嘅。如果你唔花一個詳細嘅比例去講翻呢，咁呢就唔能夠緊扣到所謂事情和感受呢個題目嘅要求啦。
咁但係調翻轉啦，好似03年嘅題目考試夜讀有感，佢都係屬於記敘加抒情嘅。咁但係呢，縱觀成個考試夜你所見到嘅嘢呢，你所經歷過嘅事情呢，你都要寫。咁但係比例呢，相對上就可以比你嘅抒情部分呢就少啲啲，因為咁呢先至能夠突出到有感呢個題目嘅關係。